燈先啦，上翻去先啦，同路嚟嘅。咁多人我哋咁多線嚟嘅呢度，冇車啊？係咩啫？冇車啊？上咗啦，熄燈先啦，喺拍都未走，走翻去咯。OK， 我哋稍後會通翻車㗎啦，好冇？上翻行人路，好冇？同時熄咗燈先啦，你拍唔到啊？OK， 上翻行人路。香港警方会见传媒时表示，这种镭射枪发出的绿色光线可能会导致永久失明。警方人员在现场做了演示，受镭射枪照射的纸张10秒内出现冒烟并有烧焦的迹象。由此可见，这種镭射槍帶有高能量，被照射到會招致傷害。因為一樣嘢咧，眼睛係受到傷害，就會第一嘅時間咧就有啲閃盲嘅現象嘅，即係話咧暫時係睇唔到嘢嘅，對自己個工作啦，甚至對自己嘅自身安全都有影響嘅。咁同埋咧就仲有咧就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，可能係會引致永久失明嘅。